来乡亲啊，相关的消息，咱等一下继续来报道。先来看台铁的内部发生着凶杀案，这是伫高雄南区工程处，一个62岁男性的员工，昨深夜同事发现伊规身躯拢是血，倒伫办公室已经死亡。讲这个死者应该下晡的4点就爱下班，但是到暗也未到厝，家属是着急赶紧来找人，才伫办公室发现讲伊已经被杀害了。警察调监视器锁定一个40多岁可疑的男子，伊嘛是台铁的员工。警察到仁武区抓人的时阵，这个嫌犯畏罪，为4楼的透天厝跳楼，送病院抢救，杀人的动机还佫调查。救护车伫咧半暝赶往台铁高雄南区的工程处，因为发现一个男性员工规身躯拢是血，倒伫咧办公室内底，不过送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。根据调查，死者是一个62岁姓洪的查甫人，伫咧台铁南区工程处机务单来做工课。昨下晡，死者应该4点就下班，不过因为拢无倒去厝，厝邻的人赶紧出来找，在1点多才发现倒伫咧工作的加油设备站内底，规身躯拢是血，无喘气，头壳也有拖行。后脑勺有挫伤，疑似是遭钝器用到，还是说可能在抵抗的过程当中自己去撞伤？这个因为还没有找到证物，所以说我们不排除。因为出入南区的工程处拢需要经过管制，铁路警察调附近的监视器了后，锁定一个40多岁查甫人，身份嘛是台铁内底员工。确定资料了后，去高雄仁武的徛街来抓人，想要到查甫人一时间着急，为4楼甲跳落来，卡伫咧建筑物的浪棚内底。情急之下，从楼上跳到2楼。他说不是他，人跳了吧？伊就到顶挂掉了，因为无咧，有可能秘里面。勤务车、什么消防车、警车就在这边了。警方表示，查甫人目前送病院来抢救，因为还未认罪，所以是不是也有其他参与人员，或者是更较侪内情，拢爱进一步来调查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